个企鹅啊所使用的玻璃拢正歹回收，这么多年来已经来污染到海洋的环境。这个台南市政府甲业者来合作，甲玻璃拢回收，转做会当循环搁利用的商品，来延续到玻璃拢的价值。 台南是饲鹅仔的重要产地，今年7月禁止饲鹅仔的时间，渔民拢会甲无法度使用的玻璃拢铺放单掉，嘛因为处理爱开真侪钱，所以对今年开始，有业者就提出利用技术，甲塑胶正做是原料，乃当省成本，乃当解决海洋塑胶污染的问题。市府要强调的就是讲，咱对这个海化这个污染。 过去咱拢足重视，但是因为处理的问题，今仔日咱终于会当来做一个克服。对所使用的玻璃拢铺放，拢要先洗过，甲蚵仔壳清掉，再搁甲塑胶和蚵仔壳做分类动作。这个手续较麻烦，要经过几啊道的手续吼。台南市政府继续拍拼减少玻璃拢的使用，希望在未来2年，因卖规划禁止搁继续用玻璃拢来做铺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